达伫亚六外海，中国渔船最近因为受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，海洋较大，甲单也无法度抽油。交通部长昨昏有去现场了解情形，伊是表示，伫安全的情形之下，即马看起来伫明仔拜四，风影会较淡，会进行24点钟无停的抽油作业，要来确保亚六的观光资源和渔业资源未受污染。 四启动着中国籍货轮玉州海航游玩空华伫新北亚柳，在大兴当中浮浮沉沉，船边已经有离华工程船，伫边随时准备抽油前置作业，暗过受限海上人脉这因素，影响抽油进度。交通部长陈世凯昨日下晡特别去巡视。 他们明天早上6点听说这个海象的状况会稍微好一点。如果可以让我们在明天早上顺利把这个抽油机具放上去的话，我们在14号就会来进行抽油的动作。开始抽油之后，他们愿意24小时的抽油，那我们预计在2周之内可以完成抽油的这个工作。 这只货轮是伫顶个月29为家人出港，却因为载相当动力无够，伫亚柳海峡咧等待救援。过2天，船体煞扩化出去，船体也搁有290吨的残油。航空局协调离华工程船来抽油，这个月初9到现场，车闸伫接近货轮过程当中，刷无细节加一物件，被标登基隆港检修。即马才个出港，望拜是伫安全关照之下，会展开抽油。海洋保育署表示，会逐工监控现场状况，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有4个渔港啊，我们天天在巡查，整个海岸线也在巡查，应变资材都放在现场。真的有状况，油污泄漏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会先去做防堵。渔民担心，当然是一些周遭的一些海产品，如果真的油污泄漏之后，后续的比如说餐厅的一些海水的抽取。 然后一些渔产品，如果到时候真的是污染了，根本就没办法去销售，那这个是真的是对我们这边当地是一个浩劫啦。因为抽油作业一直受海上因素影响，不可度开始动工。当地渔会甲碟头烦恼也无细致漏油，对当地海产养殖业甲海鲜餐厅生意受冲击，对环境污染佫是负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